这无的关系，这是我哋嘅上帝嘅一个十个问题。主你能将你将家己嘅学生十个决定，主你俾你将家己嘅学生十个决定，这是我哋上帝给你信心，来进入地面嘅一个的上帝嘅中间有人因带因的兄弟姊妹，全恳求主你嘅信心，主我恳求你嘅信心，就进入我哋中间，主特别对我因带的人，主求你互因谈着主你所受水的交出句言讲袂出来的平安甲喜乐，这是我哋要上帝，我感谢我你，主这段时间是你所欢喜，是你甲阮亲近，是阮甲你亲近，这是我哋要上帝愿你的心，就照人的需要中讲，所以你的灵来帮助人的手，所以你的灵来帮助人的手，所以你这是来坐伫因的身边，所以求你来坐伫因的身边，互因知，主我感谢你，叫我在主中间。上帝主，接主，唯有你美德，我们赞美丰盛，接主，接主。我们全心敬拜。
主你堪得阮敬拜，主你堪得阮敬拜。主，阮来敬拜学了你，尊重你至圣的名。
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要惊治罪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，我要惊治罪。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，我的心也无惊吓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悠然自在。有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悠然旨意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前保护我，伫伊的帐柜内，将我藏伫伊布棚看捌的所在，举起我的石盘顶。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，较悬伫我四面的对顶，我要伫伊的布棚献欢喜的祭，我要吟诗，也要唱歌学乐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出声求救的时，求你听，搁求你怜悯我、应我。你捌讲，恁着恨无见我的面。迄时我的心对你讲：耶和华，我要恨无你的面，毋通对我黄你的面，毋通受气来赶你的奴仆。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，救我的上帝啊！毋通放杀我，也毋通离开我，因为父母离开我，耶和华要收留我。耶和华，求你用你的道路指出我，因为我的对敌的缘故，带我伫平坦的路。阿免。
主恳求你进入每一个阮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因的内心，做阮的帮赞，做阮的医治者，互阮的灵命得到永驻。主，阮来仰望你，主，阮来亲近你。的属灵的祝福，拢是因为主耶稣，咱得到赏赐。伸出咱的双手，伸出你的手来领受。伫祈祷中，伸出咱的手，将咱的需要放伫祈祷，用咱的祈祷来听候。
对咱的主耶稣讲：主，你是我唯一的倚靠。主，你是我的倚靠。主，你是我唯一的倚靠。主，我要一生来倚靠你。主，阮伫你面前，将我的心门往你拍开。你有教阮安尼祈祷讲：愿你的国临到，伫阮的生命中，亲像伫天日。主耶稣，当你的囝儿往你拍开因的心门的时，亲爱的圣神，请你降临伫因的厝内。主，我将我的软弱交予你；主，我将我的看路交予你；主，我将我的忧伤交予你；主，我将我的烦恼交予你；主，我将我所有内心的软弱、负面的思想，我完全弃撒，独独往你伸出基督的手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恳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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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恳求你怜悯阮同信的兄弟姊妹，特别是软弱、失志、软正阮的姊妹兄弟。主耶稣，恳求你的圣神，将你的怜悯放伫阮的心内。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求你的圣神充满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家庭。你国我的灵，进入每一个心内不安的家庭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圣神，我知你甲我三角地地。亲爱的圣神，我深知你甲我三角地地。哈利路亚！
哈利路亚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亲爱的救主，我要感谢救主垂听我呼求，应允我祷告，我全心爱你主。伫咱中间有人患病，愿主的医治进入你的生命中。哈利路亚！宣告主的医治降临伫阮的中间。主耶稣恳求你，将你医治的稳定、医治的稳定。赏赐予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主伫你无学得正的事，你有怜悯慈爱，你的信息到万世代。主在阮中间，病痛的兄弟向你祈祷的时，主求你听因的祈祷。互因的灵、魂、体拢得到医治。愿你对伊讲，愿恁平安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要拜托你，大家为着梁子牧师、温牧师祈祷。温牧师即几日感觉无爽快，伊的心脏有问题。咱同心为着温牧师，得到上帝的保守来祈祷。恳求天父上帝，下手伫伊的奴仆温良子牧师甲牧师娘的身上。亲爱兄弟，咱同心为着牧者祈祷，咱为着温牧师、牧师娘因的身躯的健康，咱用耶稣的名来为因祈祷。主耶稣，阮为着你忠心的牧者祈祷，
做伊即几工身躯欠安，我们恳求主耶稣，你放手伫你家己的奴仆的身上，你的医治就降临伫伊的身上，主伫因的一生中间的信心，主你一摆搁一摆，你互阮看见上帝你的疼惜，你的权能。主耶稣，阮为着因的良知牧师的身躯，特别伊的心脏，来恳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你手术好医生，你手术双倍的稳定，互你的奴仆伫医治的过程中间，伫上帝你的稳定的中间，全然得到平安。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安尼恳求。亲爱的这咱也通为着咱家己的亲人出声祈祷，为着你年长的士大人，为着你出外的囡仔，为着你的亲情，为着你的厝边，为着你的好朋友。主求你听阮祈祷，主求你听阮祈祷。既然阮有人为着因的亲人祈祷，你对天顶施恩赐福，你对你施恩宝座来接纳阮的恳求。主求你怜悯我，主求你怜悯阮。恳求主怜悯，怜悯阮求救，应允阮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顶亲像伫天顶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传入日子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愿你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平安，愿主耶稣的疼保守恁。